这世上竟有人跟我想法完全一致。司马公子，消好了。他们在做什么？再低一点。这两人不会是故弄玄虚吧？啊，竟然有字！这两个小子竟能想到如此匪夷所思的算法，想不到依此算法，不变的黑点竟然能合成字句。城下一句，到底是什么意思？太厉害了！仲达还有戚戚都太厉害了。看看庞纪，无话可说，连解除第二谜题的六旗凤雏也无话可说。能够震撼到像庞纪和凤雏这样的天才，难道仲达和戚戚已经到达了那个境界？